歡迎觀看華潤柴灣貨倉嘅介紹。華潤柴灣貨倉坐落於香港柴灣嘉業街50號，佔據港島東區核心戰略位置，8分鐘車程直達柴灣港鐵站，30分鐘經東區走廊或海底隧道貫通港9核心商業區。無論係陸路運輸、海路聯運，定係連接城市動脈，呢度都係你供應鏈版圖中不可或缺嘅高效樞紐。貨倉配備11個現代化貨台位，9部專業貨梯與1部高速客梯全天候運轉，可同時容納多輛貨車及貨櫃車高效裝卸，實現貨物垂直動線零延誤。倉庫專享91米闊水圍，為等船貨物起卸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務，海陸無縫接駁，令大宗貨物運輸更靈活，成本更可控。貨倉層高3米至4.3米，承重達每平方尺200磅，適配由輕型貨品到重型設備嘅唔同倉儲需求，提供超過55萬平方尺嘅可租用面積。喺安全方面，倉庫連接消防局嘅火警警報系統，並配備自動灑水系統、24小時嘅保安巡邏同閉路電視錄像監察系統。同時，倉庫各處都有安全防護標識，確保有效正確的指引。華潤柴灣貨倉以卓越優惠、智能設施、嚴苛安全標準，重新定義現代倉儲價值。即刻聯絡我哋，開啟你嘅物流升級新篇章。